看你看呢，这牛油呢，还有很贵的呢。小时候看到的是黄黄的，它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？加色素。然后你看拿下来哦，要照顺序排好嘛，用胶带把它包好，不然那个刀片顺序会装错了。还要这样哦，你看。装错哦，就它效果就不一样了。还有啊，刚刚走来走去啊，那个螺母就不见了，那个是新买的嘞。大家小心啊，不要随便走动了，要放在一起，不要随便走动。好，放上去再拆那个胶带，你看，不是这样，你看，然后再锁上去啊！现在怎么压不下去了？哎，还是这个位置错误了。是这样的哦，它这个压哪里？所以哦，你看顺序不能弄错，就是这样。你要，因为哦，这个是没有把它粘得很牢了，掉了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你看这个有痕迹啊，摩擦的痕迹，所以还要观察。啊，刀片掉了，然后顺序就不知道哪一个顺序啊，所以记忆力也是很重要。记忆力啊，还记得刚刚的顺序吗？你看这个是黄草片，然后再把它锁上去。你看，连锁的方向跟我们这边都相反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个方向才是锁住的，这个方向是锁住啊，然后它刀在转是这样转，嘿，妈奇怪的，这个设计啊也是有学问的嘞。它这个啊有一个孔哦，你看这个孔要这样，这个太粗了嘞。用这个钢钉，你看，